阿哥哥，你參加咗龍潮有咩感覺啊？哎呀，我參加龍潮我好開心啊！點解？有玩又有唱又有煮嘢食，真係快樂過神仙啊！係啊，我都係咁話，我識咗好多朋友，心境開朗咗。係啊，你覺唔覺得我近來靚咗？直情靚好多啦！參加咗個營團之後咧，就接觸多咗唔同啲階層嘅人啦，有婦女啦，有小朋友啦，有學生，有其他學生咁樣啦，即係認識多咗之後咧，都即係喺傾偈之間咧，都知道咗佢哋多啲啦，咁都會再多啲去關心佢哋啦，佢哋即係分享啲食物咧，都好開心嘅。係咯，同埋咧嚟營廚咧就學識咗好多嘢啊，識咗好多朋友啊，最緊要係朋友啊，同埋大家互相交換煮食嘅心得啦，就真係可以學到好多嘢咯。仲有咧就有時整咗啲嘢啦，我哋去探訪咧，記唔記得整咗啲乜嘢啊？君陽你？之前就即係去試過整啲冰皮月餅啦，試過整湯圓啦，去其他中心啦，即係同佢哋一齊整啊咁樣，即係有啲簡單嘅步驟嘅時候，同佢哋一齊整咧，都會可能拉近咗大家之間嗰啲距離，咁咧就令到即係可能冇咁冰冷。